最近过了是有好无好，无好无要紧，有好啊，当到是就好的。来，了事如行，天告一段，有啥物代志问我阿胖师就对啊。来到这先来找我阿胖师。我敢食，你看，就是因为阮这100%天然种中药材加迄种。安尼食，我食迄种。甘。真正是有像迄落。 人去食迄胃散迄款的，这是 boss 请你食的，给人哥。你受就好啊。你莫倒收啊！外口40度呢。即马7、8月吼，就是上热的时阵，啊，做外景是真正足热的，想袂到吼，有山。我知影，一定是你顶届做了伤好啊。唔是。 你底下为直派完，变成员工安尼。无，因讲即马是休热嘛，啊学生咧放假有无？啊因两位主持人甲我讲啊因即马有代志。我有看到因两个 IG 去日本耍啊。嘿，啊问我讲你有需要休来来趁一下钱，讲安尼会使。啊但是因为交代我讲，你就是 boss。 啊！我今日就是你的司机，你看。不是，话袂使安尼讲，袂使因两个无来，我就变做 boss 啊。啊，毋过唔知影，阮的直派员是啥？这个直派员就唔是你啊，敢是2派，敢是帮我？莫安尼，无可能。你讲到啊？只讲啊。来。 哇，家己这里头，哇，就厉害哦！无怪因讲休热叫我来啦，我最工课，是吼。妈祖公园。妈祖大道，行这就好啊。这边哦。哦，这边较凉啦。你知哦，是安怎讲啊？一定要来公园啊，你知哦？为什么？因为哦，你来到下港吼，有啥物代志，你就去庙仔边仔公园啊。 为什么咧？因为遐大只时大人哦，拢会伫遮咧讲话，开讲，有啥物代志问伊就知影。要问线索就问阿公阿嬷就。哪有演？你有看到吼？无，我无看到。你无看到？无，即摆7月8月时阵哦，妈妈有讲过，人家你下手莫过去。你快点！等你啦！我来啊！等你啊！你别走啦！走，刷走！小等咧，朋友小等咧。阿伯，你敢袂出？要走倒会去啦？伊拢袂喘咧。系啊，少年人啊。少年人吼。哦。哦哟。 哦，即马是袂使讲话哦。对啊，重点来啊。线索，看卖这。我就讲。耶！无写哩，敢是填唔到啦哈？对啊，无写字是，这是什么情形啊？啊，是阮的委托人是。
该是我的想法。拍摄就过去，拍摄。对。民雄队，阿胖，老白，阿胖，医生，哎呦喂啊！确定一个，公司派来的。对，直派完。对。My boss 叫阮来吃。你来拄多好，因为阮拄则拍开线索，发现无写什么字。拢无咧，我这这都是无你的天书嘛。啊，你安尼讲我就想到，什么？你头泡的你就出来啊，有无有你无？什么拢无啊，看无啊。安尼。安尼嘛无？无啊。哪有可能？啊，我提这一定是，咱是来斗三工的啦。你提这徛遐3分钟，可能你迄个字条会出现啊。我笑的。好啦，好啦，我刷嘛无。哦，啊，伊两个讲这到底什么啦？是吧？拍开，好，看嘛。来，一个开，一个开。来。内底应该有最重要的物件。1、2、3。哦。你看，赖打。讲对。好，现代的赖打，赖打安尼分配，敢会字就会出现呐。但是你刷就无去啊。无可能摕小西吧？我刚刚讲无。啊是小辣椒。辣椒，安尼。啊是像电影内底是甲辣椒点起来，啊用火烧安尼哦。这敢有关系？这是辣的物件，敢有关系？你看，应该是有关系。来，胖镜，啊，搁一只丁，丁，啊，搁就搁一个镜，镜，手电啊，这手电甲这丁拢是摕来照光的嘛。对啊，这嘛是照光的。这嘛是。安尼试看卖好啊。敢是手电啊，我来。敢是日头安尼？无安尼就要印着印着光照。还是用这胶无？为迄个日头无？拍光安尼。哎呦，哎有诶，有咧，但是无你。对，慢慢啦，真足快来，有你无？有看无？有啦。敢有？有啦。那是我来偷脏啦。喂，我安尼好啊啦，咱毋是咧看电影，拢是用这来烧。哦，折射安尼。啊，你用烧的可能。用烧的有可能啊。试看卖嘛，我来吃啦，较操公公啊。试看嘛。试看。不要烧，有一个角度哦，就是爱有一寡撇步的。等我看到你，我就甲明雄哥共款学啊。好。有赖打，为什么卖用赖打？既然要烧，就用赖打就。起码你讲，你这里要讲，跳出来啊！我试看卖。较水利哦，较水利哦。我来尝，这真正好。有，烧起来，你袂使停上久，这会烧起来。等下人想讲我咧放火，我就跟你话好，我来。你爱边位边啊？啦，你行的时阵安尼啦，厉害啦。我知啊，我即马要当作我是炙烧迄日本的。对，好啦，安尼。和牛炙烧来。伊咧想嘛是？哎，多少？我烧起来。烈酒，隔壁。哎，他有那个哎，真的。哎呦！较快来！第一滴先了。慢慢来，就来。不，较正面。真正有力嘞，就来。哎，8年，8年，胖什么？叫你爸爸来，破去。我拄则有看到，这是什么字？对，拄啊是赶紧，继续。你下卡，咱用无诶，这个要细腻的，你唔通搁烧。下卡。你就紧张啊！灰，好，下卡够无够，下卡够。拍。8年什么咖啡啊？早
早吹百里诶。看迄个顶管拄啊，我有迄印象，敢若是香诶，香咖啡啦，香咖啡。哎呦，香咖啡是啥？哎呀，这敢有香咖啡这物件？香咖啡啥物你敢知影？有听过。是咧做遐天气水种诶，啊那条花啊，那种花，去种尔，那有什么香咖啡？啊！哎呀，我来 Google， 我谷歌一下。谢谢，多谢哦。多谢，安尼嘛算有现数啊。谢谢谢谢。你哪只？你找香咖啡是啥就好啊。香咖啡啦，香。就是这啦。嘿啦，哎呦，对啊，百年之香，赛香角香咖啡啊。哇，够什么粉红波有啦，安尼就对啊。之前我有看过。又看过这是个，对，嗰啲波波草迄种啊，对啦，迄啦，别讲对。哎，咱来甲迄阿伯讲谢谢。好，阿伯，谢谢。我们线索找到啦，安尼恁对啦。吹掉啊！香咖啡。香咖啡，是不是讲啊来讲啊？是，你讲会对。对不对？真正看起来有像像花呢。对啊。所以，阮即马这届任务，敢是去找这头家？啊，一定是啊，至少先过去问看卖就知影，对不对？先做来。你三个甲我斗翕完美照，你敢若最好翕的？你讲像迄个新闻内底网络去啊，网络的啦，你三个帮你翕安尼啊？甲我斗翕啊！你想好歹，惊啊！我今日查某啊，你三个还是甲我翕吧？你动作我无看过哦。是这吗？不是，敢是这？咁唔知啊，对啦。啊无花啊，哎，内底拢袂香啊，无啊香。这是袂香，但是无看到。哎，你看，制香，香什么？香港，你拄则的相片，哇，兄弟，来，摕出来。敢是这？来，来，楼下。问一下。无啊，无看一蕊的啊。来香过。我看新闻，迄个一蕊的花就是对啊，那花伫遮啊。对，哎呦，我无看到花啊。哎呦，无呢，哎呦，但是主旨伫遮呢。我拄则有看到一张的。对啊，这香的啊，哎拢，安那拢无，啊无看到花啊。啊问看卖。灿嘛，我的完美照要安怎？可能伫后面啊，就是这间啦。头家这敢是你？这敢是恁家？是啊，这就是阮啊，系啊，但是阮即摆阮无摆安尼。啊，拢无摆啊！系啊。啥物无摆啊？因为即摆我欠骹手，啊，所以就是即厝就是我要拜托恁，我就是电话委托恁，就是我就是阿全。你熟悉卖 boss？是。家己人啊！既然恁就来啊，哎呀，恁头家吼，恁 boss 有特别交代讲，啊，互恁来体会看咱做香人的艰苦。哦，恁体会讲安怎做香，安怎捏香。买这文化传承一定爱这文化。对啊，头家有讲，这是百年的店，对啊，所以是为什么时阵开始的？阮的历史吼，对阮这个简单讲，就是讲对阮阿祖的爸爸，咱都叫做阿太，咱台湾的叫阿太啦。啊，对，迄时阵是阮伫日本时代的户籍资料吼，咱的户籍有迄个统的记录嘛。伊是西元1898年，到即马2024年，哇，有记录的就120几档啊。啊，无记录的，因为日本人还未来，咱嘛唔知，咱搁早进前，也就是无记录嘛。啊，上少有122档以上的历史啊。户口这个物件，就是日本伊人来以后，才有开始做。之前人个就敢唔知影。这个手板这个，
哦，阮伫第一代做这个，咱国语叫做高祖啦。高祖。清朝光绪24年7月1898年。所以这是你阿全。这就是我阿全。第5代。啊，这爸爸。爸爸。啊，这阿公。嘿，阿公，嘿，咱台语话叫阿公。啊，这阿祖。阿太。对。啊，这拢是户籍资料顶悬，咱有记录的，吼，这拢袂当白擦的。嘿，手艺是有传到5代，足。啊，阮拢是真正正港的手工师傅。哦，会晓做香的安尼。哇，安尼即摆佫传到阮这代。对啊。啊，无来传给大家啦。所以阮即摆要开始体验做香。安尼无咱就来咱后壁工厂，好，啊，咱来体验看一下，来了解一下，好不好？参观一下。参观一下，了解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OK，错。每礼拜进前哦，你输一个就香的香味。我来批芳姐。哦，来，走。哇，哎，这样就这样诶。哇，香就有味啦，就这香味嘞。哇，好香哦！是安尼拍的哦。系啊，即摆我拢是用架安尼咧拍香的，即摆咧用架咧拍香，是。真正是。这唔是。脚无红啊。对啊，那无。对啊。啊，袂腻色的呐。是，因为咱做手工香吼，的流程吼是先打香肉，这才叫做香肉。香肉先做好，哦啊拍好打了，才拍超7、8成，拍好了啊，才来捏好了，再来个拍。有一个过程啦，有一个过程，唔是一概做好，是不是？是辛苦的所在。要拍偌久？一般你也像即马。斗重斗心像咱热天这时间咧拍吼，差不多要拍5点钟。5点钟。做好了才拍5点钟，伊这香肉差不多才7分熟了。哇，7、8分熟，7、8分。你做香的，做香的9、5分，你迄个调时无调？咱一般香吼，上主要吼上好的时间就是伫夏天。啊，但是夏天上热天上歹的缺点就是会有西北风。所以阮定定会拄到，即马足好天，但是过头过哦，风就会雨就来啊。咱即马安尼开始吼，是不是爱分组啊？是啊，咱爱分组啊，因为这组的过程无啥共款。是，咱有人会改多，无啥共款哦。做香吧，有人去做香卡。哎，对，哦，大家分开体验。啊，就真简单嘛，啊，就是少年的一组啊，啊，老的一组啊，我相对啦，我讲少年的啦，我怎么好笑好啦，无啦，我香港一组啦，啊，你两个一组啦。看少年啊，你两个看少年，看少年好听，少年时代要加油哦！安尼叫有出团啦，来，少年。今仔日的委托人阿全接手做香的工课已经有10多冬啊，对于完全袂晓，到即阵老练的技术，拢是一步一脚印的坚持，才有今仔日的成果。啊，若要知影有偌辛苦，趁即阵恁就好好啊体会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这一定就是阿全的爸爸。你好，师傅你好，你好。哦，所以你即马就是咧捏香卡。你拄仔要捏香卡嘿，啊香卡嘿，啊就安尼甲捏落去。安尼就爱几秒，几秒就好。拄好够，啊就好啊，伊咧有声烧啊。啊，即摆共款的，哎，莫，较香的，香打安尼嘿，啊伊袂喷掉啦，袂喷掉，但是足烧的呢。嘿，啊就烧伊只色起甲颜色才会出来。这是几度啊？有超过。香较滚，香较滚，应该是100度。但是为什么爱用烧的煮？颜色你爱用烧，伊才香出色，迄颜色才摊会开啦。啊，冷水泡袂开啦。啊，捏了后就放伫遐食，拍，要拍偌久？这个捏好了，剩这个差不多一头拍1个2个钟头，然后2点钟拍。等下还搁拎出外口拍是2点钟。哦。就是这吗？哎，这边有沙区呢。对啊。这啥种诶？是。啊，这种是啥物？咱等下吼，咱来做香的流程吼，咱爱先做拍底。即马摕这撮吼，这区的粉叫做黏仔树皮粉。黏仔树皮粉。它其实它的学名就是香啦，伊的树皮也拍起来，拍拍做粉就是这。哦。啊，这摸起来，即马你摸起来，它阿旁咧摸打伤。就松诶。哦，就松诶呢。就松诶啦，咱个油诶。咱个摸者，咱个这水底啊摸者。我手等者。哦，啊手较细，悄诶。这水啊，这水呢，这水足奇怪，足奇怪感觉，足熟悉的感觉。这就油的。
好绵哦，像那 Q10有哦，那用的果冻啊香香，这就是天然的塑胶，天然的迄个树胶。啊，无你上滴香卡，咱这个滴啊，伊免那好多大的附着粘伫这个香卡，粘伫香卡顶管，伊就是靠这个树皮了。一个是有点黏黏的感觉。对，系啊。所以其他的 QQ 的。啊，这种香兰的这种树皮粉哦，伊嘛是中药材哦。这种物件伊就是伤科咧用的一种药材哦，所以伊本身伊嘛是中药。阿爸，你这边不是很痛吗？不好，卖浪费。好个无，唔那是有效果，你抹抹有无？唔知弄啊皮皮的巴肚咬起来。你当车，那就好吃的感觉了，你知哦？有好个无？唔那是有效果，你抹抹有无？唔知弄啊皮皮的巴肚咬起来。你当车，那就好吃的感觉了，你知哦？我刚食，你看，就是因为阮这100%天然种中药材加迄种。安尼食啊？我食迄种。安尼食啊？系啊。伊也无啥物啊。啊，这内底规个拢种中药嘛，伊无啥物化学物件，咱家做。个卜记，淡薄啊，甘安尼，甘，一点啊拢无，来，这嘛是哦，这当食。哦，小等下，看有发作。对。哦，面无变青。十秒有哦，安尼无毒，因为无温开水，有时啊配一下温开水加适合。你先。哎呦喂啊！敢若囡仔食糖的哦。相比，真正是有成迄落，人去食迄胃散迄款的，迄种口感。哎呦，小可有迄个薄荷，小可咧，啊，佫有即款就是中药。啊，你讲张国做迄种味啊？对。什么巴仙果？嘿，反正就是你这种食起来甘安尼。袂怪怪呢。真的哦。哎呀，就早点唔当食了，咱我做运气煞咧。好啊呢。好啊。哦，下久好啊。生卡也唔爱用过吼，啊，咱就先用少量就好。我这先甲恁教，你就渡落去，渡较大。哦，啊，等下水无够时，咱这个提水就会保护甜就好，尽量保持伊的水平面。啊，即马渡了吼，咱的手尽量互伊小啊，人个松一下。食着水啊啦。哦，对。目内较食着水。哦，无因呢，伤活。目无着水，对，啊，人较开咧吼，啊，水香香的，莫流伤济，因为流伤济，等下会规糊做伙。伊会流偏吗？来，即马混茶共款有无？即马重点来哦，好来，即马这个年粉吼，咱大香放到遮，年粉大约8粒来。扛起哩。哦，扛起哩。啊，唔通叫伊困哦，无等伊困哩。哦，咱即马手爱来戳戳的。哦，来戳叮当。食着粉啊！哦，安尼是毋是就食开着粉，然后再翻滚一下。哦，搅冰棍。啊，因为这吼，这个点仔粉它比较会扬尘，所以大家动作较尽量较细力的。但我有一个手势啦吼，是会用安尼切。哦，但是这有点难度，不要紧，咱等下就是尽量用你的方式把它的粉，来用个伤，新的，让它的粉能够掉下来就好了。好，掉下来。咱等下就是比如你和恁先试这个动作。好啊，来裹上年粉，安尼，好，安尼就由咱民雄大哥跟阿胖，好，咱来，这就是算头先这第一步骤。第一个流程，好，第一个流程，嘿，啊，你先来啃，你先叫伊倒好，倒好哈，倒好来哦，倒好哈，来，啊，打粉来背起，哦，抬落，来，好来啊，切，用你这个。大拇指吼，这个指腹夹，对，啊，我刷的是，我食掉啊哦。伊即摆咧切吼，在当中伊这个粉伊就会食入去咱的香卡内底。这就是吼，爱拍好栽有啊。系啊，最重要。不过我那感觉伊愈做敢若愈侪机哈。啊，因为伊食着粉啊，变膨起来，轻安尼啦啊。对，反正是用你的方式让它粉震动下来。专个是讲香震动，爱动，甲拍落来，安尼唔是人咧动。我不由自主咧，算袂动的，一直想要害你安尼。哎呀！你看，冇紧，继续。算会均匀，拢会调着粉安尼啦。因为咱即马算用全手工的，所以尽量就是互伊粉调入去，安尼等下刷来咧做的，才会香吼，伊才会水。再我甲你就问一个哦。这香卡敢有
这个咱的规定的固定就是这个吼，因为咱要做香，要做香就是你袂使香把上，这个香卡上长，上长因为把这一块啊尔嘛，你香点一块无啊嘛嘿，啊咱就固定拢差不多3-4寸，3-4寸，啊这长有笑3甲笑6两种。咱一般咱咧讲香吼，咱这个香卡哦，这个竹子，咱的香吧就是爱这个香卡的2倍。伊才会当这个，才会当互伊这个香包会当包覆，伊包覆掉了，伊咧倒吼，才会当互伊正常来点，点互伊的倒的意思就对啊。啊，所以即摆有足侪业者伊咧做吼，因为想要迎合叫消费者想要爱，伊会来做足细颗。但是这细颗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讲，咱所有的物件都有一个比例原则啦。这个香包，伊香卡这个竹子本身伊袂来你倒，伊一定爱靠这个肉来互伊倒。所以古早人咧讲就讲，咱就是爱这个香卡偌粗，这个肉就是爱伊的2倍高，这是一个正常的比例啦。但是我看外口的拢有这比这较粗的呢。对啊，有的较重嘛，较粗的。是，你讲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像这种的？来，咱咧讲这种。哦，你看这人就较粗啊。对，较粗啊。啊，咱即摆在看的吼，来我摕互恁看。是根嘛无共的。而且它的伊的成型嘛无共款，就是讲。咱这是用手工做的香，这是用机械做的香。咱的手工香，这个香面摸起来粗粗，这个香面摸起来是骨溜的。你来摸看卖有无？伊这是光滑的，有骨溜的，啊这是粗粗。真的呢，就骨溜的。两种的制作方法拢有伊的优点，嘛有伊的缺点。吼，因为即马就是咱这手工师傅吼，即马伫咱台湾豆咧流失，为虾米？就是像咱头咱体会。像即马长热34度、35度，这种环境，讲这个少年人要做的也愈来愈少。哦，啊，即马讲少年人啦，阮两个嘛要当面对。啊，咱会使倒茶工作。来，我来教，我来教。好，学一个。看要安怎拍。我已经有感觉这个工课无简单。安尼会使，安尼有够大机无？有大机，有大机。安尼哦。啊，你用固定体就倒。哦，安尼才对。对。哦，安尼就会使入去火锅内底。火锅。麻辣锅。啊，正正，对，正爱有平。啊，拄啊到香卡哦。好，有水。啊，甲休咧，较水哩哦。好，来。天嘞，哎呀，这啊好。跟那啥 pasta 同款。啊，对吼，当安尼。哎呦，啥就水啦。你论今朝煮意大利面吼。哎呦，你厉害嘞！啊，尽量抓下面一点。比白啊来，比白啊，来比。哦，哇！别鬼灰啊，一个鬼灰啊，来，下去，我开嘞，哦，试一下，你我等下嘛边。你讲来嘛。哦，来，开会来，来，给你表演。即摆就是咧等这个时阵啊。对。开，有嘞。你用大较，但是无够水呢。哦。哎呀，来。安尼敢袂使？你看。啊，你当甲转落，嘿。我你系共款这动作都共款手向，系共款来，没不是。爱有白，爱有白。你用，好。自己3个人用。我来哦。来。滴滴的入去。你正，好，对。敢有正？有，对人听。OK，好。OK。休一下。我甲休咧。安尼。好。好，啊，皮到这，皮嘞。哇！好。再有啥物啊？手安尼放，安尼会较松啊。我会讲，因为你还未出师，因为你会点做伙。是。哦。啊，我放一解用，互你看。哇！啊，它会交叉，伊交叉伊唔只空间，伊会较紧会搭。啊，你用的是像安尼平，嘿，啊，伊就较拍较袂搭。所以袂使直直啊咩？嘿，袂使直直，啊，因为你爱互有安尼空隙，爱有空隙的时阵，伊迄香，互咱咧拍是咪较紧搭。啊，你遮袂使开电风吼。因为
这个淀粉吼，当时阮做同好的香的淀粉，一斤捌做甲一斤6万块的淀粉啊，一斤6万块，你啊看到我背了到地遐淀背了，都拢背了伊啊。迄拢是钱啊。迄拢钱啊。这拢是钱哦。迄拢钱啊。使，阮对你只是做这尔，我就感觉足辛苦啊。你18岁就开始做，你有想过爱放弃无？做你想要做的物件，还是做别项啊？因为咱学万读册，就是爱较认真的，就是有一手功夫，吼。变成较早的做香，甲真的做香完全无共。较早的做香，就是用迄个感冒啊吼，爱水爱硬伫脱，乌的就爱脱到反乌，黄的发到脱反黄，就爱脱足久的。一工就爱做一个人100斤，迄足辛苦用手做，一工做100斤。尾啊了较开心，有这个也做食饭机，有原料，甲有开始半自动，无较早拢就是用手工的硬做。我的想法了，还是手工的较好啦。为什么？迄味哦是天然的，对身体较无伤害。是啊。你若拢迄个加味啊，我觉得长期长期安尼个输哦，对身体啊精神。搁一点，唔那干那人。输着对身体无好，对生命嘛无好。是啊，对生命你顺嘛无好，搁一点，你去拜拜出来，人闻着讲，哇，勇哥，你遐去倒位香过遐芳，手工的香。为什么香啊，拢爱红色的，袂使蓝色的？红的，这是咱一般台湾这边就是拢个红的。咱的好兄弟啊嘛是拢用这个红的。是。但是我金门我69年做兵退伍，我有卖金门，伊就是7月时啊，伊要拜好兄弟啊，一定要用青色。青色的。哦，拜好兄弟啊。好兄弟。哇！这就是哦，伊这就是青。哦，这青就是因为咱的迄个金纸咧拜拜，有一个拜好兄弟啊，嘛是有青，这是咧拜好。看到的。你香卡的部分就是我甲阿平2个人，这工课无简单，因为足热。捏香的时阵有一点红色染料，爱煮滚100度安尼，所以足热，嘛袂使开电风，嘛袂使开冷气，因为无冷气。嘿，所以我感觉派阮2个人就是去食苦的啦。咱伫咧捏香卡的时阵，拢伫咧内底哦。但是我无想到内底是搁较热，因为你知影8日头的时阵，迄工厂内底是敢若3温暖咁款的。我感觉因足强的，足有耐心去做这个代志。三足趣味的，你讲看到迄个染料的时阵，你讲哇，我巴肚足枵的。我本来想讲，足热的。你讲巴肚伤枵的时候，我讲，我看到是个麻辣锅的感觉。虽然真热。但是安尼，恁才会知影做香真正的辛苦。爱记哩，哪做哪互相记录做香的过程。安尼伫尾手讨论的时阵，才会当加较侪灵感哦。哎呦，你们也弄完了哦！完成啊！来，快点哦！我上盖也不错啊。是的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。咁是这边。哦。等你先拌一排，拌一排。拌一排。哎呦，过去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哎呦。大概伊的距离差不多30公分。30公分啊？差不多30公分的距离。30公分的间距啊。我这要怎么摆才会漂亮啊？好了。哎，我这要怎么摆才会漂亮啊？哎，不要乱摆。哎，这有难度哎。为什么塞用遐紧？哦，要这样子，这边要这样拍一拍。有，开会啊。安尼，哎，我抓到诀窍了。嘿嘿，你看，嘿嘿，对不对？我来试看卖啊。是。哎，我感觉今日看敢若海胆两款。
头前紫色的。哎，袂使安尼，袂使吗？把屎的画面甲破坏掉。哎，吼，这乌山竟然安尼甲我讲我破坏。哦，就水呢。虽然讲足忝，但是你若看迄物件豆豆排出来哦，迄种水安尼，你就感觉哦。新酒感嘛，这是手顺的问题。对，其实你让它顺转，其实在这边，在这边。好。哇！有水无？有水无？看卖是咧，波波叉。耶！啦！这就是阮早起咧看手机啊咧。波波叉！哎，真正有够水。平常的速度是安尼会6倍，6倍，你也知影即马咧偌济？做了100度啦。哦，8率了，八率了对啊。哇，要摆到后壁去啊！对啊，真后壁都可以爬呢。爱摆偌久？摆2点钟。哇，这就是哦。但是哦，讲正经的，啊，你看足水的有无？有啊。啊，你应该逐工摆啊，有无？摆出来，你就人气就来，生意就较好啊。对了，水干呢？系啊。啊，都有人啊，无生理。啊，有人气没有买气，哎呀，啊，就翕的就走安尼。对对，大家拢像你生安尼啦。我一定会买物件，是别人。这就爱问一下迄个阿全啦，摆600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爱逐工摆，唔只系水。系啊，其实咱是少希望讲，但水的部分哦，分享互大家来看。哦，啊，但是讲真个，其实这辛苦吼，恁拢有体会到，迄种真正饲你蹲下哦，迄一个你若真正上爸爸一人。打规片的，爱饲你蹲下600遍，600吨呢，600吨，咱是10吨，我是600吨，系啊，所以这幕后的辛苦是真正足艰苦的。啊，但是即马大家足侪时代的少年人，伊感觉讲啊，我就爱看这，但是我就无咧点香，我就翕票我就走啊。哦，在现实层面来讲，确实经济效益都无大啦，就变无大。但这个代志爱分两回事来看，对不对？哦，第一点，这一开始是上摆。一开始独上大兴是文化部，啊，因希望阮来摆这个上古传统100年的拍球的形式，啊，互因来拍片，啊，去有路过人看到，啊，看到哇，这遮水，啊，伊当传去伊的 FB 分享互这个摄影团队看，哦，当迄片啊3000几个人在按赞啊，哇，啊，你话要来啊，哇，电话要来啊，啊，但是你感觉就是。逐工摆吼，无迄个经济效益喎，效益无啊好。啊，但是阿伯你感觉是安怎？啊尾啊，就是摆到甲礼拜安尼啦。收忝嘛，收忝吧。啊，伊暗时爱搁收，伊摆了。时阵落雨爱收，啊暗嘛爱收，啊无你伊它当露水会褪色，啊你就爱收。褪色啊？褪色啊，啊摆差不多4天爱搁染一届。哦，像那个是前几天啊，日本来采访的，咱宝石的。哦，啊，它的颜色比较饱满，啊，你也无拍到了会较褪色，好像变种这就较褪色去啊。这个准备爱补，你逐工伫拍，你嘛无迄个精神。啊，像你讲600吨，你就嗨呀，你就弄开呀。嘿，600吨是白嘛，啊，嗰600吨是新。所以一天啊1200吨。1200吨。哦，所以就是今仔就是希望讲有啥物方式吼，会使互因讲唔来干那翕相尔。我感觉是差一步尔，因为人一定来啊。有人气，对啊，爱想办法讲会当讲买物件，对，买啥物回去？对，因为是少年人来翕，所以阮爱想的方向是为少年人啦。对。但是哦，阮拄仔来的时阵啊，恁做香仔卡有无？啊，阮含民雄大的，阮是咧做迄个，啊，阮来的时阵嘛，闻到讲规店内底拢是迄个芳味天然的芳味。是啊，对。啊，听讲啥？人讲做香的迄个代表，迄精神是迄个调香，迄个调香的气味，迄个是真正是上重点的。这个部分吼，阮达来想，对不对？哦，要安怎看，要安怎处理，来宣传一下，看用什么方式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即摆若安尼做啊，摆啊，无调一下香，敢若
敢若无欠一味咧。感觉来到遮对无？系啊。对不对？阮敢有法度来调迄个香。来，咱后壁，咱功夫教恁教你安怎调香，咱来后壁，行。试看卖。上介意这个部分啊 ，DIY。咱即摆吼倒边遮看到遮物件，其实是咱做香的几种基本常常咧用的原料。哦，因为咱看到安怎制作、安怎捻香，但是咱对这物件其实大家可能拢无清楚。借着这个机会啊，就咱的艺人了解讲，像咱即摆我手中摕这几项物件，互恁看卖者，恁对几哦，这是其中一小趴而已，没有一小趴而已。恁敢捌哩？这是黄芪料。黄芪，对，哦，不错哦，冬龟，哦，对，这冬龟，嘿，这两种一般咱大家可能较少看到，但是这是阮做香吼直接用到的一个主要药料之一。做香的基底基本的，咱讲几大条的，其中遐几项就是这种最主要的。因为咱做香最主要是要迄个香气。就是要遐药效，咱虽然讲物件是天然的，咱是会当食，对人体无伤害。但是阮香最主要要展现出来是迄个香气。其实这所有的物件，佫做一种无用出来，只是要互大家知影讲，这物件恁大家摕起来片，其实你拢感觉伊拢有一个香气，就是伊就有香气，你才会摕来做香。对，哦，这。就做粉啊，对，就做酒粉呢。哦，因为我点几种，互恁去了解讲，迄香气，迄香气。我真正，恁等下皮看买啊，就知啊。我真正感觉我转去印度文化，就做粉的。这是啥物？Hinoki 啊是啥？这种就是迄个大陆迄边遐的檜木。即马就是吼，爱好先，咱大家艺人先了解讲，伊这个味到底是什么味？安尼恁即马要来调香吼，恁较有迄个概念。你较有迄个概念无？即马你物件遮尔济种，即马现叫恁调，你嘛无概念，所以先点落互恁片，先知伊味道啥？什么加什么，嘿啊。因为我点几种，互恁去了解讲，迄香气、迄个香气是安怎，恁等下再来家己试看卖。这内底敢有调落以后，我片了以后就无想要食物件，会迄减肥看来讲。无迄种物件。安尼免调，你数空气就好。在我有看到你，是，来，这个笔记本吼。嘿啊，这是葵花宝典还是啥？对，这本这是当时阮阿公吼，迄东西，对，迄东西阮阿公险这本簿要放进去。拄好一个机缘当中去找到，然后找到时阿公就赶紧讲，阿全，你进来，我有一项物件一定要带你教。然后他就一直很仔细去找出他要的那一页给我看。就这边。有吹掉啊？就是这边，他这边有写到民国45年12月20，他调配出这个味道。有这些东西。阿全，我感觉你的工课就是爱把这个数位化。我有数位化。这一定爱无去就麻烦的啊！已经无险要无去啊。安尼咱时间宝贵，咱就来进行吧。好，那你们就可以先把味道，你们都可以先把它打开。你们就先打开来闻，你可以先舀一点点出来。全部的工课我上介意就是调香味，因为迄个粉啊，足侪无同的粉，闻起来一点点味尔，但是烧起来是说哇，足香的无同的感觉。然后我上介意就是 DIY 啊，这加这，遐加这，敢若魔法师咧。然后我一届就成功啊，我烧起来我的作品啊，互阿全使片，伊就讲这会使去卖啊，所以。那就厉害。咱调好了啊，会带恁做成这个用这个日头糕的这个模具吼，做出来这个日头糕的香饼。这嘛会使烧？会是会当烧的，是会当烧。是讲因咱用这吼，一台安尼看起来水水啊，个这器具吼，咱个好吹着，就大家让家己调，家己压出这个造型的香饼。即马这个是树皮粉，这个咱头讲的楠木的树皮粉。伊较好度塑形，较好度捏这个形体出来。即摆咱是用雨伞的这个，咱来捏这个比例。伊即摆咱就是用我视觉上的比例来带恁捏啦吼。咱等下水啊，我这管这是水。加水哦。然后咱是用一个洞，水咱倒倒倒。
刚刚做胖啊？哎，对。我想要用这，对，你要这个嘛吼，好。这嘛最好算的，我感觉囡仔嘛最爱算这个。所以阮有当时啊，拢会开一寡体验课程、体验的 DIY 课程。所以若有开这个课，啊，若休热的时阵，真正小朋友，会使来遮试看嘛。互因知影讲做香这个产业吼，这个文化，啥会当安尼流传几千年安尼。嘿，啊，这个价值伫对搭。我呢敢袂使。那你妈那念吼，你就是念较可以，它可以可塑性就好。哎，像你这样子差不多，其实跟黏土咁款。哎，那黏土咁款，你就念较好，也当塑形就好啊。一块就比较大。咱来加上这水变安怎？无啊，就上高，也无多塑。遐大安尼还好啦，你安差不多，你安尼甲雨伞的量的淡湿度差不多。我看你念甲安怎？我看雨伞，你较黏。哎，你黏的时阵嘛，就会较黏，对啊。挡去就胖啊。啊，你即摆你就是吼，来压，我这嘛会使。嘿，你会使，你爱一罐肯定会上大的，我感觉你爱1分了。啊，全使。嘿，你较大无？伊是安尼会使，你安尼就好，你这淡湿度是上拄好的。哎，我感觉加迄个黏粉哦，会足神奇的。系啊。对。伊变黏土安尼。系啊。袂当伤淡就是安尼，你若伤淡也。等你在脱模的时候，烫迄个膜的时阵，伊会安尼叠，袂平整啊。你会好呀？好，来，我会好啊。有啥？我你失败啊？唔是，哪有啥物？我提袂落来尔，我来，我用用骨的啊。啊，纯粹比你较紧张。我就紧张。好来。哎呦，水哦。哦，袂歹哦，伤淡嘛，哎呀，真正伤淡，哎呀，听，卖破伊，最受罪啊！我跟你讲，可以有一个补救方式，好不好？再加一些加结婚黏粉，啊，我嘛爱加个迄个。来，我看看，你咧上淡，你咧上淡，你真正加黏粉，你加咁多，无加。快，猜！来，我帮你救起来一下。哎，这嘛无简单呢。啊，真赛，你团到你这5代，是。你有拄到啥物困难无？一开始回来拄到上大的困难就是原物料的波动，一摆跳一个伤大。哦。迄当时拄回来的时阵吼，打这个树皮黏啊吼，树皮粉这个黏啊粉，我拄回来的时阵，敢若20-30块呢。成本啊，我的成本，今嘛爱超要乘以3倍。哦，上基本的这安尼尔。你坚持要爱用上。对啊，咱用天然物件，成本就悬啊。天然的是最重要。对啊，你像这沉香粉、淀粉这个啊，中班的这个淀粉吼，波动差不多超过10倍。哦。哇，今嘛。较早1000块的物件吼，今嘛差不多超过1万块。哇，这物件会当伫生活上使用，不一定爱摕来拜拜。像你我做种物件嘛是会当摕来做生活上使用啊。系啊。你像这咱咧念这种物件，你要摕来要分帮啊，嘛会当用啊。啊，无人讲当爱草会当取运啊。其实你住山顶人，你凊彩问，大家拢嘛手苦摕小小的，就你分帮啊。那有你生爱草。动作搬手类嘛，就好看的啊。对啊。其实消费者一般拢感觉看到像这物件点起来有烟，我就感觉这物件就是拜拜用的物件。对。哎呦，你讲到我的烟都来啊！你要拜拜物件哦。这叫神奇啊！这是安怎？哦，这是哦。哎，是像啊！是像。哎，师傅你好。阿弥陀佛。这难道是？这就是阮的节目有趁钱啊，所以有请一个人。有趁钱的对吧？这就是有新的任务啦。哦。鸡米啊嘿，阮先来听一个故事，想要讲啥？啊，讲故事要听啊。相信恁对做香已经有初步的了解。过去嘛用真侪方式行销。不管是影像、声音的广告，拢表现了真好。但是即阵拢咧建议减香啦。传统做香的业者受到真大的打击，咱袂当互歹香影响本土的好香。恁讲对唔对？对。嘿嘿，即摆希望恁会当甲传统做香的业者斗相共，看安怎解决这个困境，走找出一条路。相信交互恁绝对无问题。好好加油哦！
加油！加油！不要落，不要落。哎，任务大，内底阁有任务卡啦。这啥？用香做特别蚊虫品，解决大家干。来，你讲。好，来，我来看一个好。用香做一个特别蚊虫品来解决哦，来解决啦。用香哦做一个特别宣传品啦，吼来解决讲吼，大家来店家内底吼，拢干那要翕相翕迄个泡草，但是无要消费问题啦。哦，就希望讲有开创一个新的产品哦，互大家会当来消费。是安尼，翕相尔。嘿，唔是来翕相尔。对。啊，第二个吼，第二就是来办一个刷卡的活动啦。哦，来提起吼对香有新的认识。哦，啊对大家有这个专心对香有新的认识。哦，啊新的接受安尼啦。即届无共，阮了解足侪故事啊，所以阮。会使找一个所在休困一下，食一个物件，甲今仔日阮知影物件整理一下。哦，整理一下，吸收一下。嘿，好好好，安尼大家来集思广益啦。对啊，讨论一下。拢袂歹吼。饮一个咖啡好啊 ，relax 一下好。好啊，好啊。好好，无安尼决定。好，咱找一所来讨论一下。是。好，啊这，我会啦，好。上来啊咯，休困一下。恁两个是安怎介轻松的哦 ？boss 有交代哦，交代啥？要介绍阮足好啉的咖啡。 boss 会请恁咖啡，而且佫定位定好哦。哎呀，哎，行，吹冷气啊，吹冷气啊，boss 都帮你们准备好了，在里面坐就好了。哎呦，安尼，对，我来感觉小可怪怪。boss 请恁咖啡。好啦。来到今麦才久啊！好食，来，有车炒无？新目睭毋捌看过，哎，真袂歹呢。怪怪哦。对啊。这任务应该是无简单哦。无简单。已经有饮料来干杯。来，够做特别的，辛苦啊，辛苦啊。来。哇，就热啊，这天气。哇，这热天啉一个冰的咖啡。我零烧的。这敢是咖啡？哎，怪呢。我咱昨个是同款的吗？这不是一定有加料吧？我是有咖啡，但是小可甜。对啊。会使。你有甜无？有啊，有甜。你嘛有甜？哎，我是可可。但是这加什么我真正又袂到咧。我感觉这杯是你的哦，这可可的啤。我即款买。无共款。哎，我知啥物啊？这是啥？刚才有加迄落水果，迄种啥物迄落？这是啥物味啊？迄叫啥物啊？迄就是哎，你的味嘛足特别的呢。无，敢若是迄落，咱中秋烘肉时候送迄油啊。烘肉的时阵送柚子啊。柚。我感觉是柠檬的皮。是柠檬皮吗？还是日本的迄种什么？啊，你是柚子酱那种。你也是跟我同款的吗？不是，滴。一杯。啊，这应该是水果咖啡。水果。有加水果。啊，你这是啥物？你知哦？做唔到鱼。可能。我这味哪怪？加些滴的来。对啊。哇，这个。食袂出来是啥物味啊？来。我的就是抹茶啦。花露菜是抹茶呀。哇，好食。这嘛有淡薄仔特别呢。先看恁食，我再来食。无遐恐怖啦。无啊，那千层蛋糕迄种的，做法的。这是 boss 要请恁食的。 boss 请你。看恁食，我再来食。无遐恐怖啦。无啊，那千层蛋糕迄种的，做法的。这是 boss 要请恁食的。 boss 请你。赞哦，还是叫啥啦？这个人哥。个人哥啊。系啊。这就是哥啦。
小哥，你嘛惊一个你我？小哥惊到，恁惊到，我嘛惊到。你伤抗到无啦？这就是阮的迄个四卡鸡卵糕。啊，四卡咸的，四卡嘛是咸的。啊，这蔬菜嘛会当食。可能这个菜是全部会使食的。全部拢是会使食的。啊，这是安怎食？一口一喙。慢食啊！你真正爱食。无，这是一喙鸡卵糕，一喙水鸡哦。你会使配水鸡，啊嘛会使分开食，看你想要食拢会使。你会使食一口鸡卵糕，啊配水鸡手，再食一口配水鸡的骹。啊，你来配头壳，你配头。你是四大人头人。等下，安尼我来问一个，既然是安尼有哦，请问伊这杯咖啡。对，内底是加啥物啊？是做唔到，伊的这味就奇怪。我品看卖啊，品看卖，味就奇因为怪。这摆老做好嘛看袂出来。这味就特别。对啊。淡薄啊，敢若。伊这是我加橙酒，你这是有酒的嘛？不是哦，嘛不是呢。无啦，你有我这有加有你这有酒的，你这有酒的。啊，我这有酒的。酒。这是啥？伊这边嘛有酒。你这甜甜。你这是加可乐，啊，你这是加维大利。维大利哦，这维大利啊，加咖啡啊，南州的呢。哦，哎呦。这安尼加拢是你的创意啊？嘿，你家己想的。安哥，可乐咖啡无算是我的创意，可乐咖啡是原本就有的，安哥是对国外传入来。我这加什么酒啊？橙酒。橙酒。啊，搁有加莓果醋。哦。搁有加醋味。所以我就讲有水果味啊，哎，真特别。那安尼这嘛是你家己设计？嘿。为什么爱放四卡啊？因为一开始北港四卡汤最有名的，唔知你有听过无？嘿。啊，北港四卡汤因为伤出名，啊，所以有个人起来做咖喱。啊，到尾我有一个人客讲，哎呀，我想要食四卡配鸡卵糕，你会使帮我设计一下袂？啊，所以我叫迄个人出来，你叫迄个人出来，那我袂想啦。这是你的灵感哦。伊互我这个想法，啊，我就想讲，安尼我就想办法，甲伊变成会使食的物件。你无发现一件代志吗？咱之前出去时阵看到鸡卵糕，看啥物啊，大家好好拢食去啊。这届大家问题特别多。你问题我食看卖啊咧，这是对不对？我大家一定问你，对不对？总一定爱有人开第一枪。这是要安怎食？愈来愈接近四卡的时阵哦，大家问题就愈来愈多。哦，啊，这是啥物皮吼？啊，这哦，我这好嘿。哦，啊，这几岁啊？这只几岁啊？虎皮。你无重要，应该无够一岁。好皮四卡。这是啥物口味的鸡卵糕？咸的，内底无四卡啦。啊，毋过我有加设计，就是加迄个四卡汤，北港最出名四卡汤加你内底。四卡汤鸡卵糕。嘿。哇哦。我无加四卡，我有加四卡汤啊。因为是赶快意思。赶快意思。因为四卡汤我是加做类似法式料理的高汤冻。哦。哎呦，这内底看袂歹啊。其实看起来伊这感觉应该就是四卡。叶吧。检查看卖。内底无肉，内底无肉，肉里外口。嘿，内底是汤。哦，多谢多谢，哎呦呦。其实头家你一个人卖分遐大底。我吃。安尼切到你怎安尼讲？有啊。我袂使啊，我袂使啦。我已经安尼啊。好。甜的。哎，高汤豆啊，够迄个九层塔的味。我感觉袂歹食呢。真的哦，九层塔味，我就讲。有人九层塔吼。有。滴滴咸咸的感觉，袂歹食。你有食迄个水四卡冻？有啊。既然是安尼，我就安尼有。真正四卡汤的迄个高汤冻。哇。袂歹食啊。有前迄个外国迄咸的派。对。啊，是歹啊，袂歹食，我感觉会使，这是。好食。哎，来。高拉配蛋糕的。做伙哦 ，Cheers 哦。Cheers。这有皮啊。Cheers。Salud。Cheers。来啦。冰的。袂歹。冰的。你这规个设计就是做冷菜设计，类似沙拉生菜沙拉蛋糕安尼。哈，足 Q 的迄个鸡肉。嘿。对。看起来小可惊。因为青蛙是两栖类，所以伊结合鱼、胶
鸡的特性，啊，所以你食起来淡薄先鱼吧，佮淡薄先鸡吧。虽然可能看起来怪怪，是互人想法像我有惊惊，但是做起来物件是好的，是新的，是无共款的，无人看过，对不对？是。头家，多谢你，真正好食。谢谢，你好爱食了，哎呀，你好我问一个想法。好，真正就甜的可以去。哦，多谢。哦，啊，四卡你家己来哦。哦，爱食了。这就是阿平的，这就是阿平。人头家是食品营养科班出身的，迄就是因为爱食美食，才想讲回来故乡开一间有特色的店。所以，佮用2冬的时间去澳洲，学真侪种正版的异国轻食料理，用伊所学完成开店的梦想。特别带恁来遮享受伊的手艺了后，应该就会当有更较侪有创意的灵感。咖啡甲龟苓膏，互我有一个淡薄仔想法。什么想法？今仔日咧做香的时阵啊，足侪诶中药啊，南做伙对无？是。啊。到即马，咱的手指，搁有淡薄仔香味，搁过香味吼。我有想到一个名，一个方向，我讲出来，大家参详看卖。嘿，咱会使互一个名叫做大芳水。大的芳水。大的芳水。大的芳水。大芳水哦。芳水是安尼，不是说法式说安尼芳水。敢若是爽身粉安尼是不是？爽身粉是安尼卤的啊。不是爽身粉是安尼喷的，你的身躯就好啊。对啊。你的感觉是不是安尼？但是咱即摆是一块嘛。我知影你就话就是像迄个香包啦，迄种的啦。啊，对，这嘛有型，这嘛有型啦。啊，你收的时阵，你的客厅啊，还是你的房间内底有一个芳的味嘛？啊，有一个方向就是，阮头拄也有讲到礼盒吧，啊，甲有芳水，啊，甲有波波草。你开鸭仔的时阵，波波草。哦。但是波波草遐大。就大。做较细、较古锥啊，做甲乌泥共款啊，做甲刺猬共款啊。比如讲，安尼是鸭仔啊，红色的波波草拍开嘛，内底有紫色的、青色的、蓝色的、柑仔色的。小小的波波草，做包装，我感觉你真正厉害，包装，你四卡食了是灵感最多。我感觉你讲，多加几块，就做 DHA 呢。对啦，你只要帮你切，哦，安尼袂歹，较好炸。米，其实，啊，恁感觉色爱较济吗？我是感觉较。阮进前的人物有设计无同的色，代表无同的艺术。啊，转工有人去。没有买气啊，其实可以也当迄个研发一种伴手礼一种啊，上人伴手礼啊，想讲有无？咱咧做迄个就像迄饼无？对啊，还饼啊，那种较有创意的啦。啊，阮有做4种无同的味，阮一人一个，阮就会使。创4个无同的色，无同的味。4个无同色，无同味。是。一盒安尼。嘿。代表无同的艺术。无同意义安尼。啊，我写一寡故事伫咧无同的色。啊，西的故事啊，因为爱甲即个百年的故事传落去。啊，我就照拄仔大家咱所想的，迄个方向去行。吼，啊，甲全国请教一个，细丛的波波草安尼。我是感觉还阁有足侪物件会使做，所以阮阁来讨论一下。对，是啊，加一个，还阁说想一个。即摆是放我轻松，放我轻松好。哦，轻松。总算有一个好的方向。有灵气就爱发。水里，哇，来啉一个鸡汤。哇，今仔迄哦，中药啊，袂使浪费。对。有，足香的。我来讲，等下火滚了就搁香。来，爆一个。把火拍开。爆一个，先爆一缸啊。有啊，一定好啊。滚了，休。哎，你U23我就要很贵啊，互恁批芳者哦。我来，大家来互补一个。准备好啊，来。哎呦！很公哦，我就怕这中药，哇，这中药味。哎呦！还佫加红枣，
哦，这先坑头发，这少少的哦。来来来。哦，这鸡肉我来倒用一个。倒用一个。土鸡啊！土鸡啊！哦，就鸡腿啊！鸡腿好你来。好你啦，要补一个啦。你阮兜拢是爸爸食腿的。对，啊，你食了以后，你抱你的大腿。小，这里。安尼我加时啦，加时啦，我加时啦。你拗头前底好。来。 OK， 赞啦，来，就烧哦，就烧哦，剩的拢你的啦。哇，足大地，我加先烫好啊。哦，我较紧用的，来讨论一下。对，最爱。对，爱讨论一下，来。好来，坐。哦，来呀，先哦，刘姐，来，salute，感恩来，感恩哦，哇，就会咧。我干嘛？爱加这种。哦，就是。烧哦。要唔过我感觉，味是不是会使较重的？批起来，卖烦恼。批起来有够。但是啉汤时敢若减一味。对哦。阿全有交代我。阿全有交代。这敢是你要加味哦，你要加味。这嘛是你头题呢？是你头题。经过人同意无？有头题。真的当加的，佮安怎加？哎呦，这种撇步。哇！不，你先食，看你食我食。这天的咧哦，这中药粉的。你连看卖敢有较好？一定好的啊！啊，今仔日阿全师讲这是全天然的啊。这阮下晡日捌吃过啊。哟，哦，较香是不是？哟，足香的。哎，味有出来哦，这味有出来。爱加。讲实在，袂歹。哎，安尼我要唱迄个外国的好无？手背。水哦。哦，手背啊。来，哎，你好烫我的妈！辣辣的。全啊真正无讲臭屁的。对啊。真正是纯天然的。纯天然。哎，这鸡的肉质嘛是真好食的。对啊。好，规只鸡落去炖的。阮拄则伫咧咖啡厅的时阵，有足侪物件无讨论。好啊，来参详者。对，阮的方向就是讨论一下。拄则有讲啥？啊，你讲。我是讲洗波波草安尼，会使就安尼嘛，拍开门见山安尼，波波草咧，一蕊安尼，细蕊，所以波波草已经是拍开做好安尼，还是甲使今仔日同款？哦，有迄个做鸭肉，看要做圆的，还是底较长的。阿爸是就是圆的，是圆柱形的，还是？对啊，还是方形的。我是感觉，敢若波波草，敢传统的型。我知影一个是天开的嘛，天开的，一个天开的，安尼做圆的，还有挂。啊嘛做一种是爱袂天开的，安尼就来做条的迄个型。安尼就两款啦。两款拄则有讲无同的色，代表无同的色。哦，对，爱细个这个色。今仔日使有做红色、青色、紫色，啊，搁有啥？今仔日看到就这三种。红色，讲会使做柑仔色、柑仔色、青色、柑仔色、黄色嘛。黄色。四种敢有够？我看这场啊，哪色啊？哪色？哪色啦？哪色有啦？哪色嘛？但是安尼哪色代表什么啊？哪色？树叶。树叶。不是哪色？青色，血液。青出于蓝嘛。哎哦，有咧写歌的无？出的人啊，对啦。有文化。安尼红色就是爱情。无，我感觉爱情爱咯，爱情叫我笑。啊？为什么？爱你爱甲反击啊！那安尼红色要做啥？红色树叶吧？树叶哦，红灰灰啊，红灰灰啊，红灰灰啊，我让你想就好啊。
咱即摆有倒收啊，咱即摆有几种色，咱即摆有红色，红色是树叶，树叶，紫色是爱情，爱情，嘿，蓝色，蓝色是迄个血液啦，嘿，蓝色血液，青出于蓝，嘿，青色咧，还有青哦，青就健康啊。人去看医生时，头镜有红字啊，无红字啊，我就即个红字，我就惊啊。个健康的，对啊，那是就是过关嘛，标准啊，健康好啊，系啊，健康，哦，啊，搁一项咧，搁一项什么色？黄色，干嘛色？干嘛色？啊，我知啦，一定是我知。金光闪闪，金破咧，金光闪闪，勾芡，知。哦，哦，来，财啦，安尼会使哦，财富啦。要毋过我去庙拜拜的时阵，我去时啊，我拢伫咧庙口看足久的迄个指示，我要安怎拜拜，所以我对这个无较熟悉，唔知要安怎拜，因为我定定就是这拜完了后，我才发现啊。这是第一个。啊，你讲迄路线对吧？这是第二个，我唔知要安怎拜，嘛唔知这是要三支，还是一支，还是安怎，我拢唔知。若是安尼，咱是不是嘛同款，嘛做无共色的好啊？啊，会使第一排啊，有一个引导的方向，讲啊，看会使搁加做两三个色出来，差不多哎，七种差不多啦。嗯，对，七种，六种嘛，六种七种。今仔迄个饼敢有啥物想法？若是安尼，咱是不是嘛同款嘛做无共色的好啊？啊，会使第一排啊，有一个引导的方向，啊，看会使搁加做两三个色出来，差不多哎，七种差不多啦。嗯，对，那是袂使六种嘛，六种七种。今仔迄个饼敢有啥物想法？小人退散啊，嘛会使啊。驱邪嘛，我艾草坑较济着有无？对啊。哎，也是做一个迄落奖品的迄款的哦。遐够水哦。啊是啊，是啥物退散的？还是做星星啊，还是啥物？有当时啊，吼，咱在外口咧行有无？就刚拄着小人。拄则咱讲的是会使收会着无？啊，迄饼就会使放伫咧拍开的盒仔内底啊，拍开的波草啊，内底有一个空，有一个饼一个空啊。会使送人买两罐送一只啊，一个饼。刚来要送，无买卖，对。所以阮送的物件是限量的。就是干那一个活动啦，头前50个，50个100啊，系啊，100个送哦，限量，安尼就摆促销的，安尼会使限量，限量，会使，赚，明白，安尼会使，安尼，好，哇，来吃饭啦，来，大家出力了，这最大的，哦，好，汤拢冷的呀，对哦，哎，啊，这个小灯，不会啊。健康，哟，开台8座哎，哇，哦，顺利，脾气就好哎，底价就好哎，顺利哦，这里收来，好，进来哦，到，哎，要做代志啊，嘉义新港丰田宫，来，车落车，哇！来搬物件咯，来，老板，咱这卡摩托啊，来摩托啊，好，摩托啊，这卡起面互你，这好我睇，多啊，我伫倒位，对，这会使互人客看的，更加刚好。哦，哎，这足清楚的呢，会使这样的啦，哇，这更加，这就是等一个拜拜的时阵，互因看的色。啊，这是放迄个香炉呀。哎，其他色是观音干嘛色会使放？啊，这是正路的。嘿，这青色的是顶管的。啊，中古店内底这个就是拿色的。
啊，用黄来地就是这。四个所在。四个，安尼对。咱甲香摕出来好，较平好。哎，足高水的呢。哎，足水的呢。啊，未看过，阮的产品呢，足水呢。哎呀，足高水的啦。唔是讲要学了阮家己，哦，这设计了真正是，哦，做出来真正质感就好。细汉无看过咧。还有你看，这顶冠，哎呦，七个色，代表大自然的色啊，大地色。水哦。搁有烟啊呢，烟。哦，正宫是抢头香的吼。是诶。对。要不阮爱分配工课，因为嘛是爱甲这个啊，这边咧摆咧香炉啦，哎，我安尼咱定爱分配一下，分两组好啊。好啊，来。啊，两组看人要安怎分。好。咱想一下看。可能你两个去白菜单。哎呦，什么外国？搁青烟啊！哎呦，敢是妈祖啦？哎呦，一个输黑啦！后面来，搁有声啊！哎，多谢。哎，拢无讲话，安尼就走去啊吼。boss 有话要讲啊。boss 有交代什么啊？来听看嘛。试落。吴山、阿鹏、民雄、罗平，辛苦咯！这摆创意我真满意，过来请恁爱将今仔日的活动记录落来。虽然委托人无伫现场，恁嘛会互伊感受现场的气氛哦。莫讲我对恁无好，摄影器材我拢甲恁传好势啊，刷落来就靠恁咯。爱记哩，活动的影片爱伫今仔日下晡4点的成果发表会做伙呈现出来哦，祝大家好运。哦，下晡4点发表。boss，等一下 boss，你来。即马是几点？你下晡4点就爱交出来，当作我是。而且伊讲莫讲我对恁无好，真正无啥。偌大咧，无时间嘛啦。4点嘛是长我的时阵。得了。相机，这是啥？是吧？真好的哦。哎呀，我知啊。啊，咱搁一个相机。啊，应该是。你翕相吗？敢是互阮景，两个景一个。安尼用这较好吧？所以是等一个活动的时阵，我爱伫边啊，甲恁翕，恁我人客，你来记录，我来记录，所以这工课拢唔是我的哦，我是爱讲出来的。好，安尼咱即摆来夹这个彩球，好，安尼就来。我喊香哥来夹这，啊，这互你摕，啊，你记录。好，我来。阮做伙去，阮做伙去。来。猪肉先。郭老师，猪肉来先摆一个哦。好，来。哦，先摆一个。平安。妈祖保福安。啊，阮来遮推广这个祭香的迄个过程吼，希望迄妈祖保啊，甲咱保庇顺利平安，感谢。感谢。小李保庇。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下。来开始啊！5、4、3、2， go！ 我跳表，我来固定这边。来，阿鹏过来。来吃。好。刚才你竟然要去结婚啊？安尼有吃，好。帮我手压住这里，压住中间，好，压住哦哈。来。去照技能上。哦。哎，花楼啊！花楼啊！哎，孙呢？哇！真正花楼啊嘞！花楼啊！哇！多谢，妈祖婆。来，小李保庇。好来，搁下楼顶。来。我还袂摆啦，那帮我甲恁等一下。发。孙啊！来，去楼顶。好。观音殿是干嘛色的？干嘛色的？请恁保庇阮平安顺利，会使通过这个任务。好，来。3。哦，水哦，水。平安顺利。
尾一路啊，尾一路啊，尾一路啊，来，好安尼使，好来，好，好来，好啦。阮刷落来就是要行一届，真是来参拜啊，互大家平安顺利。平安顺利。你看我的手，无同的是，敢若空手，我嘛是，手感空手。安怎分辨手感是看这就知影。对啊。阮今仔是迄个公共电视广告 start up， 来提供迄个手工的这香。阮的产品是七彩色，希望大家介意，当来参拜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信众，大家朋友平安快乐，大家介意阮这咯，自然的这香，感谢娘娘，感谢，谢谢。感谢。三支。三支。金色、红色、橘色色。金色、红色、橘色。对。这三支。这三支。安尼就对啊啦！我相信洪天强的神明一定有听到恁的心愿，而且家己爱信用，等一下才知影要安怎甲人客解说。最后一点是玉皇上帝，诚心拜一定会有回应哦。来，上尾一个。这是玉皇大帝。玉皇大帝。这是青色的。青色的，来，互你。青色。玉皇大帝，福安啊，福安啊。来，请你保庇。香真正足特别的。好来。好来。多谢玉皇大帝。阮拜了嘛，感觉是真好。我感觉就袂歹，足特别的。阮感觉好，嘛袂使啊。但是因为我是少年人，我来拜拜时阵，安尼我就有方向啊。做落来就爱看来参拜信众，因感觉是安怎。对啦，已经甲神报告讲，阮来推广哦。来哦，看这哦，这有免费的七彩香哦。各位善男信女哦，来，这个香哦，拢是免费哦。哎，阿姐，来。阿姐，来，阮即摆咧推广这个天然的。啊，你等下你买这个主店的第一路的无，油路无，拢有迄个彩大梨啊，拢有分色。你看彩大遐无？有红色、金色，啊个青蓝色，啊就这红色、金色、紫色，安尼先拜这三支安尼，你要去拜拜对嘛？拢要拜拜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啊无咧，这互恁去拜。啊，但是麻烦一个，啊恁拜了后，看恁感觉是安怎？看恁接受度是安怎？帮阮做一下问卷，等下出来时阵，甲阮讲一下恁感觉是安怎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拜拜为遐里去，好，谢谢。你拢一些片看卖无共哦，这是拢纯天然哦，来哦，足侪人有兴趣的呢，我感觉就有成就感的呢，这是创新啦，真的，拢会接受啦。大金色、红色、紫色，香泡料，然后你带他们拜，插香，我都约你。你看到咱的香炉有无同的色，彩格，对，啊，你会使为遮来拜拜。我感觉上感动的所在哦，是大家想办法，把这个传统的物件变做最有趣味的感觉伫内底。平常时啊，你看人咧拜拜就是，拜拜，为遮行，香倒位摕，啊，今仔日你看到人的时阵是带着笑面的。啊，这是啥？你看到笑容的时阵，迄就是互我上大的感动，甲上大的满分。
这上重要是在地制作的啦，还是用手工的啊，拢顺中药制作的，百年这香工厂做的。嘿，啊，即马这个色也是好运安尼。恁要拜拜的时，你就先去拜拜。来，一包。来！哎，帅哥来拜来，帅哥，你要考试了吼，你要考试了，对不？要考试来拜拜来拜一个，我看。啊，这几岁吼，我帮你写20岁啊。你会甲你的朋友来分享今仔日的活动无？会啊。会哦。好。各位阿兄大家好，来拜拜吗？来，拄好来，因为大家来拜拜嘛。啊，阮即马就是吼，有做这个百年的迄个香肠，做这个。手工的，还是用中药去做的。阮是希望讲来拜拜，唔是讲有年纪的人的时大人才来拜拜，啊少年的嘛会介意这些物件来拜拜安尼。好，安尼会使袂？好，安尼有水无？有水哦，感谢。拄则有看到阮的这七彩香，你有感觉足趣味无？有啊，有啊，嘿，足创意的，足创意的。那安尼你去拜拜时阵，敢会拄到一款问题，就是唔知影为倒位开始。哦，迄顺序吼，足侪人拢唔知呢。是，包括我有当时嘛，有当时会会议。所以阮做这个就是，互少年人去拜拜的时阵，有一个指引啊，看湿水，靠灵应啦，嘿，那个顺序咁安尼才对啦。啊，所以你这用无共色，就是要插无共色的香炉安尼哦。是，唔是因为好看，唔是，嘛是好看，这真正是好看啦。所以你感觉对阮少年人是有帮助？有，那呢，你会推广给你的朋友知影无？会啊，足侪人唔知影。啥物香炉爱插啥物香？要安怎拜拜安尼？对，这啥物神嘛拢唔知。你即马嘛会使闻看卖，我的香是无共的。你的目睭了的味呢？你的目睭嘛袂敢若鲜鲜安尼。嘿啊，我看伊拢甲你分呢，啊你目睭袂鲜鲜。我袂啊，你看我的目睭变偌开啊。来拜拜啊！拜拜嘛。好，没问题。拜。这是咱的传统的香，七彩的香。啊，你咧拜一个会使较顺利的。啊，你拜完了后，会使甲咱写一个文官的调查。你要考试哦？考试就是要拜一下。这香嘛是会甲你保庇，来，你早休去考试，满分，可能会考到。对，一切顺利咯。一切顺利。好来，紧去。洪天宫遐，我感觉就趣味的，因为伫遐拜大家介绍的时阵呢，我较直接。去遐的仙道拜拜，因为看这物件的时阵呢，敢若就新奇安尼，看伊安尼介绍了后，伊拢会接受安尼啊。我感觉讲，这物件有会到哦。哦，顺利呢，大家拢讲足好的呢。对啊。3遍做了后，今日嘛有多谢神明保庇，大家平安，一切顺利。好，感谢。就叫度假分配去做。无问题。来，来，技能3，公狗杀狗，Go！就叫度假分配去做。无问题。来，技能3，公狗杀狗，Go！技能3。
哎，好啊，阮等就是阮今仔阮4个人即届的创意。 对，分配工课，来到遮有通翕相，有通啊打卡，有通啊买物件，嘛有通啊了解，咱来制作这个香，是已经比原本来遮只会使翕相。 更较活化，对，这就是咱的创意啊！是，帮助迄个大境这一位变文创，文创产品，对，安尼哦，准备好啊！准备好，有效应啊！人来，有人呢，这侪人哦，赶紧来，哦，波波茶就对啦。哎。 是的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各位来到现场的朋友，大家好。今仔日吼，咱来到这，到底是要安怎办？我相信每一个人心中拢会想，我有代志吼，要新民保庇啦，也是我要去进香，有啥物话要讲？我到底要安怎讲？我最近过了是有好无好，无好无要紧，有好当到是最好的。来，了事如成，铁狗一单。有啥物代志？问我阿胖师就对啊。来到这，先来找我阿胖师。 哦，我一看就知影，哇，爱情真顺利，你要爱就是钱嘛，对不对？钱没错。只要一看你就是要健康，对不对？车色就好啊。这一看啥？嘛是爱钱啦。喂，好，事业需要的就要用迄个红色的，红红火火。健康就是车色。咱去做检查的时阵，全部拢是车色，无红哩。需要就要金色，金色。 就感觉色的，另外吼，今仔日来到遮，阮阁做一个这香做出来的烧的 ，all out out， 摕转去点落以后吼，保证无烧人来甲你还，来甲你乱吼。你我一看知影，你有烧人。来，这送你，这送你，你再去点，烧人就走啊，就香的，袂歹啊。这天然的啊，因家己，这就是互你点啊，就是一个意思讲，嘿。 会烧到无味吗？伊袂烧到无味，伊烧到剩一点嘛。你看，花火泼泼，什么叫花火泼泼呢？大家听这香呢，制作成这个就有创意的一个香。这哪些的香呢？就代表这个下叶，保庇你的下叶能够学业猛进，考试的时阵顺顺利利榜上提名。这红色啊，你有点有保庇哦，红火火啊，你的事业啊一定顺顺利利的。你每一天哦，甲点一支安尼啊，你收到安尼，这是需要的哈。这是，对，紫色拄则就讲啊，你讲知影嘛哦，彭博士，紫色代表啥呢？爱情，爱的发紫。你若讲吼，你即马你朋友咧谈恋爱啊，或者是夫妻之间啊，希望这个感情哦会当升华吼，你甲他逐工哦点一个紫色的香吼，会当甲你保庇哦，爱情久久。这个咧，这是财运的，财运的，财运的，嘿啦。红的是属于，股票爱跟这是，啊，隔壁嘛是做这行的，会当参考一下。来小过来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阮这打是要啥咧？咱的香有只够水的。阮的香有拢拿落来啊！拄则哥哥介绍的是挺开的。 这是无挺开的，对，无挺开的。虽然看起来短短，但是你若是拄到蠓仔的时阵，就有效的哦。蠓仔袂甲你咬，即马咧最流行露营，对无？嘿，露营。露营的时候，你会使随身炸一支，放伫外口。是，若是你惊蠓仔的时阵，就摕一支出来，点落去，也搁有标准的版本，你去标准的版本，庙内底拜拜时阵嘛会使摕这。 好，你互算命先算算了后，你要刷波波草了后，你欠什么色？你抽到红色，是，你会使滴红色的，红色的无啊？对，来，你要绿帽，还是你要红帽？你要红帽也可以的。哇，男生很忌讳这个哦。这三个一定就健康啊！哎呦，
工作水啊，红红火火，有涨停板的味道。要对。食拍，因拢有买足济啊，吼。对。阮拄则有听。好拄啊，我有听到。阿姊，你要谈恋爱哦？是不是第二春？来。哇，偌好水哦，有够水，互你谈恋爱的无啊，知识的健健康康，哎，互你交较侪女朋友。哦，唔通啊！这是不是健康的？健康的无啊，来。哎，技能杀，技能杀，哟！哦，水，会使。哎，颜色拍起来很漂亮哎。原地出道啦！好，多谢，赞啦！多谢，赞！好快，好，来，我讲。1、2、3，耶！真正嘞，我想拢想袂到，讲好侪人来呢。真正好咧呢。我哋创意就说啊，因为欢迎啊。对啦，大家有欢迎无？阿全师你好，即届恁委托咱做产品，即马就是爱发表互你的时间啦。今仔日阮做足侪代志，阮有去向田宫去做一个调查，但是看阮有做一个影片，但是看影片之前呢，爱先互阿平来介绍一个，阮有设计一个七彩香。是。来。好。今仔日呢，我真正足欢喜，会使徛你遮。今仔日哦，看到一个现象，你知影无？啥物现象？阿嬷，这是啥？哦。我嘛要拜。囡仔遐囡仔这拢足有兴趣的，我想要摕阮的七彩香互阿全师看卖。来，阿全师你来看卖一下。哎，阮的包装足好看的。对。这些就代表大自然呐。啊，较早咧，咱咧拜拜的时阵哦，常常伫咧庙内底会找无路。嘿，找无路。对，我唔知影倒一支香要插倒一个路。是。啊，今仔日咧，阮伫咧路哦，有设计无同的色。是。互大家拢会使较简单就找到路。是。啊，知影倒一个路爱插倒一支香，你就知影拜拜是足有趣味的代志。是。对。今仔日阮伫咧向天宫的时阵，有做一个调查。足侪人讲，阮的包装是足有质感的，对哦。所以阮有做调查，对。有一个影片，阮来做伙看卖一下。嘿，先看影片一下。好，来。来哦！快吃哦！这有免费的七彩香哦。恁等下出来的时阵，就帮我签名。对，在地巴黎的这香的。柜内底行，你就会看到无同的色，你就插无同的香内底，内底。你有发现阮的小心机无？有白带，嘿啊，白带啊，甲彩球安尼，就是指引你去拜拜时阵，会使用这个色插一个香炉安尼。所以你感觉对于阮少年人是有帮助？有，甲阮拍一个分数。我感觉这会当99分，我感觉伊这足趣味的，安尼听人拢会当了解，然后你会当去看色水就会配色。正好应该是超过100分吧。超过100分？啊，这下你想好啊？95分。95分哦 ，OK， 你是即摆上低的。看了影片了后，阮有问足侪人，伊互阮拍的分数拢足悬的。伊嘛有讲，若是毋是伫咧向天宫的时阵，嘛想要看到阮的七彩香，所以评价拢足悬的啦。唔知影阿全师，你感觉这个七彩香的想法是安怎？其实我感觉这个想法甲创意吼，确实足前卫啦吼。因为伫咱地方，加上咱做香人、功夫人吼，对这种工课，咱有一个特点啦，咱会感觉讲啊，咱老辈拢，嘿，伊感觉就是袂当改变。
啊，感觉这物件呢对咱的信用有真冲突，啊，所以咱就是伫这个行业当中一直无法度去改变这个想法。啊，拄啊嘛借着咱艺人吼，安尼足辛苦，啊，互咱这个方向吼，我感觉真好。你有看有阮的包装无？有啊有啊，真用心。足用心的。真正足用心的。我有人想要把包装传转去，真的。不是要拜拜哦，要摕底做纪念的哦。是哦。啊，有叫恁签名哦。好，那安尼这就是七彩香的部分。是。再来就是阮的波波草，迷你波波草。希望这个物件啊，会当个更亲民。啊，我希望讲啊，这个波波草实在是足水的，这个手工的工艺哦，一定爱传落去，架设家己的网络。发扬光大，安尼啦，我希望是安尼啦。我有设计5个色，5个色代表无同的意思。这5种色，这红色代表是树叶，啊，这蓝色的就代表这个海洋，海洋。柑仔色的就是财运，啊，这呢紫色的代表就是爱情，爱你爱到发紫。啊，青色的是代表健康，对啊，这5色哦，那。一般的朋友啊来遮参考的时阵，5个色一定要买回去。我想讲哦，这一定是畅销品的。嘿，但是你伫咧厝内底，你无需要这款祝福的时阵，你嘛会使摕一根一支出来驱蚊安尼，蚊仔就袂来啊。所以是好看，也好用。今仔总共是安尼啦，因为早起阮去洪天宫有无？啊，甲民众了解哦，因的想法啦吼。这香哦，较早人想讲是士大人应该去拜拜哦，啊，所以哦，可能少年的囡仔哦，即马会接受度，因可能较少一点仔啦吼。但是阮今仔用无同款的想法，的香有7种的色彩，代表好运，啊，用这色，互大家感觉讲，这物件包装也好，还是看起来嘛好，唔那是跟来拜拜在用。哦，嘛使做一个纪念品哦，来到嘉义遮的时阵，会使来恁遮会看看踅踅吼。啊，这波波香因为大家来遮佚佗啊翕相嘛，阮甲缩底，唔那干那翕相尔，你搁会带炸转去，哦，分帮啊嘛好，啊出去佚佗嘛好，啊厝的买用嘛好，无同款的色代表无同款的意义，我感觉对阮来讲嘛是。真有意义的吼，啊有的吼，有的人就是介意讲的，拍开的时阵就看到一蕊安尼真古锥，嘿，啊有人可能感觉讲无要紧，我这个用较细桶，较好炸，转去我放在厝内底，我家己甲舔开，其中内底一个快乐的所在，啊，搁有这主要是讲这是主要产品，啊这是副产品，哦，啊这嘛会使讲，买2个送一个嘛会当的。我是感觉这足有趣味的，台湾的传统甲西方的传统，对，结合合作伙安尼。啊，就希望讲，阮今仔足用心的啦，有这个想法，嘛唔知影讲，大家接受的程度是到对啦。所以刷落来，就是重要的啦。紧张的部分啦，就爱麻烦阿全师，应甲阮拍一下分数啊是。来，阮时间。但是阮要讲，阮知影讲，因为时间有限啦，嘛有可能有啥物爱袂做甲足好的所在。做完棒的所在。但是慢慢会当改进。来，部分哦。1、2、3。得啦！哇，同真济啦。广告 start 好，阿全师啊，谢小弟，阿全师傅，全小弟，谢小弟。哇，1颗星，1粒星，过来，2颗星，2粒星，啊3颗星，3粒星，过来哦，4颗星，过来，5颗星，哎呦，赞哦，6颗星，来，谢小弟，感谢你哦，哎呦，这个就欢喜哦。哎呦，过来，无得加满，安尼真正的吗？真的吗？感谢呢。你觉得呢？你尴尬的，要不要给他们？刚妹咋婚？你要就给放下去。全师，十分，多谢。多谢，对啦，谢谢啦，多谢啦。
真正是昨安尼一工安尼看来，感觉因真是有法度吗？啊，但是因的这行为，我真正会感觉有感动到，就是讲，伊是真正给我一个希望。这个希望是会有可能豆豆会成功。因这边所想出来这个卡书啦，吼，这个想法理念，老实讲是进前我一直就想要做，但是我一直唔敢做的代志。经过咱这个团队用心的设计，哦，啊小波波草啊用一个壳安尼装起来，啊，看起来真高级款。哦，这个方向，这个想法，哦，这个是会当起来实践的这个方向。做一项代志时阵，你要做是以后你的前途拢是要后底吃的时阵，你希望讲你所做所有的代志，不管是大项代志还是细项的代志，你是希望讲有人看到，你看到我有咧拍拼。今仔阮成果发表的时阵，我会当感受到讲，一个小小改变，有当时啊可能就创造出更较侪的机会。所以每一个人哦，毋那是干那做这个香啦，咱做人嘛共款，可能有当时啊小小改变哦，你会创造出更较侪的机会。广告嘿嘿，袂歹哦！广告 start 的员工，搁一摆发挥实力，协助制香业突破困境，找出新的创意甲方向。毋但七彩香得到香客肯定。少林退散香饼，搁有花火波波甲波波草活动设计，嘛一定会帮制香业者带来新的商机。看来恁的能力搁会进步咧，下回继续展现哦！